俾大家見識一下啦，華強北嘅阿朵，成間房都係非常之乾淨，而且個色通咧都係令人好舒服嘅。老友記俾個支持，記住訂閱、分享，俾個 like，格格出遊。諗住夜晚咧會去拍一拍賽格嗰邊嘅，咁但係因為咧個店家個店長咧佢有啲忙啊，咁啊我又唯有咧留到聽日先拍，咁我就而家咧要揾地方瞓啦。咁啊今日會打算同大家去睇一睇呢一間咧華強北阿朵酒店啊，嗱就阿朵酒店都有啲名氣嘅，咁裏邊係有啲乜嘢嘅情況嚇？就喺呢一度賽格市場啦，行過嚟呢一度麥當勞，咁啊過馬路咯喎。嗱啱啱因為咧都係啲6點鐘嘅時間啊，咁啊好多呢啲車啦，咁啊沿住呢條路喺度行咯，途經啦，全部大嘢啊，大疆 DJI 華為旗艦店到啦，見唔見到啊？阿朵酒店就喺對面，呢度咧就唔驚冇嘢食啊，成條街都係飲茶、檸檬茶呢個芒果咖啡，沿住呢條街再直去。就呢度入嘅呢間阿朵咧，其實阿朵有個特色嘅，佢就未必係全棟㗎，佢就係可能呢一棟大廈裏邊嘅其中2層或者3層，咁啊好似佢東門啊或者係萬象嗰邊嘅分店都係嘅。好，我哋入去睇睇華強北嘅阿朵咧，咁你見到佢咧其實係10樓嘅，咁我哋而家佢有專用 lift 㗎，呢度呢個係酒店專用 lift。嗱，因為我就咧其實阿朵會員可以線上 book 或者係即係行入嚟 walk in book 都得嘅，咁我問一問個價錢有咩分別先？我想請教今天晚上我在那個線上在訂房，還是在這裡訂比較便宜啊？線上嗱呢啲就係阿朵特色啦，就係佢有晒自己枕頭嘅，同埋有陣好特別嘅阿朵味。通常嚟講，佢送外賣都係一個小乖乖啦，好好嘅佢，佢會送上房。呢度直入其實已經係酒店房㗎啦，佢總共有8、9、10呢3層。啱啱線上付完款，大家要睇到未啊？可以教大家點樣上個 APP 攞到最優惠價錢，而且咧驚喜重重 ，Häagen-Dazs 係 Häagen-Dazs，俾你可以揀一個 Häagen-Dazs 嘅呢個雪糕嘅，因為佢每間店都有唔同嘅優惠嘅。咁啊呢一間咧有送呢一個 Häagen-Dazs 嘅冰淇淋啦。好啦，呢位小哥哥幫我就做咗個 check in， 咁啊而家去咯喎。我今日就住840嘅，即係8樓。咁啊，而家搭個電梯啦，俾大家見識一下啦。華強北嘅阿朵840，大家睇唔睇到上邊呢一度有啲咩亮點啊？就係咧80幾間房一層，佢呢度咧扮晒做咗個空中花園咁樣啊！亮燈儀式燈啦燈8840，好，酒店開箱。見到咧，佢呢度名副其實乾濕分離嘅，係嘛？大家見到呢一度咧，佢係完全係分開嘅，即係洗面地方啦。呢度有掛衫，睇間房咯喎，噔噔噔。因為佢冇晒一張床，咁所以佢今日咧就俾2張床，咁啊都好好。我最欣賞就係咧佢個地板啊。好乾淨，因為可能佢真係用木地板啦，咁就唔使嗰啲咧地氈啊，有啲積埋嗰啲積，又好噏啊，有煙頭啊嗰啲，咁啊呢度有個好似貴妃椅咁樣啦。咁我哋睇一睇咧，佢呢個外邊嘅環境啦，有窗嘅，望翻去出邊嘅環境啦。成間房都係非常之乾淨，而且個色通咧都係令人好舒服嘅。咁我哋睇一睇佢個沖涼嘅地方。佢呢一度呢一塊咧係半透明，係露到光嘅。智能空調啦，佢最出名耍家咧就係佢阿朵嘅一個嘅洗頭水沐浴露同埋佢嘅沖涼液咧，係有阿朵一個特別嘅味道，全部都好標準啦。噔噔噔噔，住得過住得過。呢度係好啦，掛衫喺呢邊啦。咁佢呢度咧係用紙杯，但係咧佢係最主要咧係有俾你可以飲茶。咁而呢一個咧就係佢裏邊係有個紅茶、綠茶同埋咖啡，你去沖咖啡。
啲糖嗰啲啦。咁咧佢呢度有2個茶包，紅茶、綠茶啦，你可以自己揀。然之後就可以沖落去呢一度，咁用翻呢啲杯去做。咁佢嘅牙刷、牙膏全部喺晒度。其實中意咧就唔止一樣嘅，中意就係佢個拖鞋頂呱呱，點都要咧攞對翻去留念。個拖鞋咧係有箭嘅，唔係普通一啲白紙嘅拖鞋嘅啦，全部都係咧係好舒服有箭。通常我喺阿朵瞓完之後咧，啲拖鞋都會跟我走，即係翻屋企都會愛嚟用下去。咁因為都係好舒服，全部係有箭嘅。咁我哋睇下啲床啦。床就係阿朵出晒名，呢啲床咧係唔會軟腍腍嘅，亦都唔係太硬，咁啊瞓得嚟腰骨係舒服嘅。而且佢嗰個枕頭咧係有2種，一種咧就係脹啲，一種咧就係平少少嘅。咁佢都會適應翻，即係因應翻大家唔同嗰個瞓覺嗰個，有啲人中意瞓高枕頭，有啲人中意瞓低枕頭。咁所有嘢都係非常好 standard 嘅。記住睇到尾有驚喜啊！阿朵酒店咧就其實佢所有全國嘅酒店啦嘅分店咧，都係而家有一個叫做咧深夜粥到啊！嗱，9點半至11點鐘，如果真係你夜晚咧又冇乜點食嘢，嚟到呢度咧又另一番風味。佢都會咧準備咗咧，嗱你睇到啊，唔欺場㗎喎，同樣都係熱㗎，全部熱嘅，有包啦，咁咧就有小米粥。同埋有呢一個嘅即係皮蛋瘦粥，好溫馨啊！我最中意就係咧阿朵酒店嘅呢一個嘅所有嘅配料啊，嗱俾足你㗎，你記唔記到啊？有鹹蛋啦，有呢一個蛋啊。晚上好。是不是有麵啊？有麵有。啊，哇也有麵啊！哇，真係一個太驚喜啦！因為之前我喺筍江嗰邊咧就住咗好多次，咁就都係有嘢粥食嘅，食嘢粥，但係咧就冇麵。而家今次咧，嗱你睇到配件啊，食2轉啊，肥緊啊！今次咁啊，呢個係非常溫馨啦，夜晚有得食。咁啊，大家睇到未啊？聽朝早佢早餐更加澎湃啊！因為我係好早落嚟嘅，咁啊霸定個靚位先啦。通常阿朵嘅餐廳咧就係、我覺得佢幾注重佢嘅 F&B， 即係佢嘅餐飲嗰方面。咁就地方咧，每一間阿朵酒店，雖然我唔係住足晒，但深圳差唔多有一半嘅阿朵酒店我都有住過嘅。咁就佢啲餐廳真係頂呱呱。佢餐廳呢個部，即係呢一個嘅區域裏邊咧，餐飲呢個區域裏邊咧，啲嘢係全部都係好企理，頂呱呱。佢係好用心去做好佢嘅餐飲。好，等我畢啲粥食下先。我畢咗小米粥，加咗一啲咧就呢、個香菜啦，即係芫茜啦。咁然之後咧，最緊要咩就係咧食粥要有皮蛋同埋榨菜。點解你會覺得即係觀眾即係3、2、1？點解你會覺得咧係咁少嘅咧？因為我要留肚啊！記住睇到未啊？聽日嘅早餐仲澎湃啊！好啦，唔客氣啦，我食啦。第3個驚喜咧就係咧，最緊要係早餐啊！阿朵早餐非常正，80年，好謝謝哦。你睇下幾好，小姐姐都幾靚女嗱。首先咧，佢分開有啲咩？有蒸嘅，呢個麵嘅，係嘛？咁咧呢一度咧就係全部一啲咧類似炆啊、滷水啊嘅系列。咁然之後咧，佢有小米粥啦，有呢一個嘅皮蛋瘦粥啦。最正就係佢所有啲配料啊，淨係食粥同埋豆漿，我試過好多次，真係新鮮磨出嚟。同埋呢一個嘅豆腐花，你有冇試過早餐食豆腐花？不過我通常食鹹嘅多。嗱呢度咧，咁忙於咧就係整個蛋啦，有埋蛋嘅喎，係啦，將凳攤過嚟呢邊 ，OK。首先咧介紹咧，我哋凍嘅係中式嘅即係一啲冷盤啦、沙律啦類似啦，鹹啦當然 ，OK。整晒啲酸辣辣啊、鹹鹹嘅汁俾你啦 ，OK。咁另外呢一邊咧全部熱食嘅，即係通常如果係自助餐咧，都會係食到我唔知啊嚇，可能一路食飯食麵咁樣啦。
但係你記住喎，呢度呢一啲全部都係早餐嚟，早餐嚟，早餐。仲有你睇下，現場炸嘅煎嘅香腸啊，仲有呢一個煙肉，呢個我唔記得咗佢話係叫咩餅，我要問下陣間。芝麻餅，但個餡好似係嗰啲我要問下呢個。仲有咧麵包區，呢啲不在話下㗎啦，已經牛油嘅麵包嘅種類係，我覺得係多嘅。以早餐嚟講，以內地嘅早餐嚟講，因為內地嘅早餐通常俾粥嚟嘅啫，粟米啊、番薯，但係佢以西式嚟講，佢佔嘅比例都好高。好，嚟到呢個西餐區，你要食西式嘅沙律菜 ，OK， 整好咗俾你嘅，自己夾嘅。生果區，我好欣賞嘅生果區，仲有醬，因為咧而家深圳咧，即係講深圳先啦，都有好多啲外地嘅人士嚟呢度做嘢公幹，有啲咩咧？有 Oreo 食，有呢一個嘅我哋叫粟米片添，所有嘅 nuts 都會有。And then 咧，你加奶嘅都會有啦 ，OK？ 呢邊就熱茶，呢啲就係佢哋嘅檸檬水啦。果汁啦，呢個我最中意噶啦。咁咧佢係叫做一機就可以飲得晒，有幾種嘅咖啡啦。好啦，老友記大家好，我最終咧就會攞咗乜嘢咧？係 double 份量嘅 latte， 因為佢每一次出都係比較細嘅，咁我就撳咗2次啦。咁另外咧比較得意嘅就係呢一個嘅豆腐花加豆漿，咁我就好中意食鹹嘅，所以我就加咗欖菜同呢個腐乳，係咪好得意咧？咁另外咧就冷盤凍食，因為我而家食緊素，咁就有一個滷水蛋啦，就番茄仔、粟米粒同埋加多個煎蛋。另外咧熱食咧我就炒麵啦，炒麵都幾好啊，我嚟送豆漿。咁有啲豆啦，同埋有啲瓜啦，同埋有一個烚嘅粟米。咁啊，即係非常之清淡，但係咧，其實出邊咧都係好精彩，睇你自己點落。同埋係呢一度係喺佢嘅早餐時間7點半至10點鐘咧，你可以無限攞，即係無限都係一樣自助餐，你無限咁樣去 fine tune 都可以。不過咁，如果 once 你入咗呢一個餐廳咧，你喺餐廳嘅範圍裏邊逗留幾個鐘咧，佢食幾多轉都冇問題嘅。但係出咗去咧，佢就係冇噶啦，就係只係入餐廳一次，同我哋平時自助餐都差唔多。咁而家咧。因為咧阿朵酒店咧個文化都係比較城市化，即係意思講就係話咧，唔係話好多一啲嘅比較偏嘅城市咧，佢哋早餐段咧谷谷埋埋7點半至8點半咧就好多人嚟食完之後咧就冇嘢食。佢而家到咗差唔多9點幾、9點鐘、9點3度咧，佢都仍然仲係好多。即係好多嘢食喺度嘅，就唔會話清晒全部吉晒冇嘢食。咁呢個餐廳咧，好多都陸陸續續嚟食嘅。進入咗阿朵小程序喺內地咧，佢有好多城市都可以揀嘅。而今次當然我就喺深圳啦，我揀翻華強北，華強北咧都有2間嘅喎，咁我就揀咗咧華強北步行街呢一間。通常咧佢都會有分咧房型嘅，有雅致啦，有行政啦。今次我就揀翻一間雅致，亦都係標準房，同樣都可以咧睇到佢房裏邊咧有乜嘢嘅設施啦提供嘅。揀啱咗價錢日子嘅房型之後咧，就可以直接按入去俾錢啦。未俾錢之前咧，佢有2種特別優惠，有早餐券同埋或者係延遲退房。而且我相信阿朵應該係全酒店界最強嘅，因為佢咧可以延遲到咧第2日嘅6點鐘啊！因為我親身經歷過，同大家總結一下，以同級嘅酒店咧比分嘅5星為最高，酒店位置咧5星嘅係非常方便，環境咧落到街咧好多嘢食，俾3分啦，但係咧可能人比較多。酒店內部環境咧俾4星，因為佢要搭1架 lift 去到10樓先係大堂，而房間裏邊咧大細標準咧俾4星嘅，比標準大少少。衛生咧俾到5星嘅，因為佢唔係用漂白水清潔。而房間裏邊嘅設施咧就4星，因為冇浴袍，但係有好舒服嘅拖鞋啦。咁床同埋枕頭咧我俾到5星嘅，因為張床真係冇得頂。
而枕頭有高有低可以選擇。哇，早餐呢一定俾5星，以同等價格嘅酒店肯定係頭3位嘅位置。延遲退房呢個都係超5星嘅，名副其實可以住足24小時。我試過最遲呢係第二日下晝6點鐘先退房。今集去到呢度啦，下次再同大家分享食好玩好買得好。老友記俾個支持，記住訂閱分享，俾個 like，格格出遊。